喺我第一張唱片 Hints First 嘅我做嘅時候，支持我即係支撐我去做呢件事，我諗係如果簡單概括嚟講，就係不知天高地厚咯。我咁多年，我由細到大，我都 keep 到就係冇 expectation。我想出碟就出碟啦，就算冇人買冇人咩，我做咗喺我個嗰個 wish list 或者 bucket list 嗰度，我就打咗個 tick 㗎啦咁樣。咁所以當時冇話又要冇諗過話會唔會賣幾多啊，會唔會做明星啊，冇。當時其實銀行已經收咗我，因為我讀 banking 嘅，咁我就諗住如果我實在唔得，我出完碟都冇聲氣，我就死死地氣翻去計數啦咁樣，或者做個櫃員咯咁。如果你而家問翻我當時支撐我去做呢件事，我諗係年少無知嘅嗰種勇敢。初初嚟到香港，我係唔安穩，一隻可以上到飛機嗰啲 size 嘅篋，然之後兩隻寄倉 size 嘅篋，再加一部琴，後來又多咗部電腦 mon， 咁我就一路揸住呢堆嘢就住暈咗，由尖東住到去尖沙咀，咁到真係發現，咦喺呢度開始可以紮根咯喎，咁我人生嘅第一個宿舍就係嗰陣時啱啱起好，2003年，紅磡都會海逸酒店隔離嗰個都會軒，嗰個就係我嘅嗰啲叫做咩啊，吸引力法則之一，因為我每日都望住紅館嘅頂。我覺得做校園 show 係好重要，嗰種人同人之間嘅交流，嗰種接觸，而 build 嘅嗰種信任。我行完嗰40幾間中學，我就有咗我人生第一批嘅歌迷。咁然之後慢慢就好似碌雪球咁樣，越碌越大，越碌越大咁。即使我遭遇人生喺香港嘅第一個低潮期，就係嗰段時間。有個樂壇嘅大事件啦，叫做舞影行動 ICAC 嘅一件事咁令到好多唱片公司喺嗰段時間都或者 artist 嘅發展都處於一個停滯，特別我哋呢啲新人受到嗰個 case 嘅影響。嗰段時間就係我開始少咗唱歌，而我需要喺呢度繼續生活，同埋命稱住我嘅工作簽注。咁我就喺 TVB 啊，喺香港電台做主持，3個範疇嘅工作就去。等自己可以有個竇咁樣咯。我喺香港工作咁多年，你話包袱又好，你話使命都好，即係我覺得我成日好想喺兩地文化中間扮演一個橋梁嘅角色。由我入行到而家，我冇試過覺得呢個獎係我應得嘅，或者係呢個位係應該我坐嘅。嗰個時勢或者嗰個潮流往到我去邊度，咁我就去到邊度啦。我前年做叱咤嘅時候就我冇乜排歌，咁我又舒舒服服咁樣俾自己坐一晚，咁反而有時仲會享受嗰種冇壓力嘅狀態咯，同埋高處不勝寒，即係就算你攞個獎越多，只能夠代表住你肩負起嘅責任越大咯。如果我哋要講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哋不如講下個浪係點樣形成。個浪就係首先風帶起咗或者某一種嘅引力，令到水向前推完啲水，第一批水拍咗上岸，流翻落嚟，捲翻落嚟。通常佢會行翻去後邊，就會拱另外一批水上去。所以其實每一個前浪都會係後浪嘅後浪，即係當我哋 reach 咗喺呢個行業嘅某一個高度或者某一個階段，咁就要慢慢退翻落嚟，就俾後面嘅人上。咁但係佢哋上嘅時候，我哋要喺後邊做後浪，再拱翻佢哋上去。咁而喺拱嘅過程當中，我哋自己又會再做多一次前浪。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健康嘅循環。即係我喺每一個階段我都係新人。最近我哋香港已經好多歌手拍 MV， 佢哋係會翻廣州拍嘅，因為廣州嘅市郊係有一個好大嘅錄影廠。而個廠係好靚，香港嘅錄影廠都有大錄影廠，都有靚嘅部分，但係佢嘅成本係好高嘅。咁尤其對於我哋而家音樂產業，相對冇以前咁蓬勃嘅時候，咁同埋個地方大啲，啲景用得又靚啲咁。純粹如果你喺我哋演藝行業嘅角度出發，大灣區因為佢嘅人口基數大，可以開始同一啲廣州嘅錄音師，譬如話我有一張唱片叫做 Unplug，
係我當時喺廣州星海音樂學院開嘅一個 concert。咁啊，楊震老師係我當時嘅錄音師，我 My Way 成隻碟都係佢錄嘅。而家就多咗機會，佢嚟香港，然之後同香港文化中心，即係佢已經係國家級嘅錄音師啦，喺內地。咁所以佢哋就可以有到一啲交流，咁佢就可以將一啲擺咪嘅技巧啊，或者一啲技術上嘅嘢分享俾香港嘅 engineer， 或者一啲年輕嘅 engineer。咁到佢哋喺西九文化中心、喺尖沙咀文化中心有機會接觸到呢一啲國際殿堂級嘅團隊嘅時候，我哋都可以 provide 同樣 level 嘅 service 去俾佢哋。喺文化交流層面，其實係會擴闊好多。我覺得香港始終佢無論係因為流行音樂嘅歷史，因為電影嘅歷史，佢喺娛樂呢方面係仲有光環嘅。香港佢依然有佢自己嘅韻味。譬如你見到好多韓國嘅 artist 嚟香港出席活動，泰國嘅 artist， 即係咯，即係始終香港都係一個比較時尚啊，喺時尚界啊，喺音樂界、娛樂界都係比較叫做英文叫做比較 happening 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係佢有呢個吸引力嘅。小黃書嘅時候嘅情緒問題，我諗係因為嗰陣時細，即係嗰個年紀嘅我唔識得同孤獨去相處。咁按我嘅精神科醫生同我講就話，嗱，你個腦入邊咧有粒 chips 嘅，咁佢有時分泌嗰啲開心激素咧，佢有時 work 時唔 work 嘅。咁我記得有一年嘅叱咤頒獎禮，嗰陣時09定10年嘅叱咤頒獎禮，我係出唔到門口，即係化好晒妝，着好晒衫，我出唔到門口。當時即係嗰陣時好差嘅狀態。我一發現同埋我覺得佢開始影響我工作。我有幻聽㗎，我住喺馬可尼道嘅時候，我瞓一覺，我聽到有人講嘢，或者突然間會聽到對 choir 喺我耳仔邊唱歌咁樣。同埋個人瘦，好瘦，瘦到哨牙嗰時。我唔知道嗰個情緒病同埋我嘅性格，我覺得係有關係。咁但係個契機主要係我突然間覺得，哇！我每日嘅情緒就要靠呢幾粒藥丸，佢係令到我哋成個人處於一個水平線，你又唔會大悲，又唔會大喜咁樣。咁我就覺得，即係我話晒都係一個做娛樂圈嘅人，做音樂嘅人，我唔允許自己冇 ups and downs。我只需要喺自己有 downs 嘅時候，識得拉翻自己上嚟就得。我覺得呢個係我要學識嘅，由我迴避負面情緒，到我直接面對負面情緒，識得搞笑啊，識得喺鏡頭面前表現自己嘅開心，同埋揾到個快樂，又揾到自己快樂之餘，又帶到快樂俾人，即係我會覺得係健康嘅 handle 嘅情緒咯。咁所以而家到有啲朋友，有啲後輩啦，特別當佢哋開始有情緒問題嘅時候，我都會好 alert，我都會同佢講唔緊要，我以前都係咁嘅嗱，不過咧你成日行呢條路，你唔好行嗰條路。多數人都會行嗰條路，但係嗰條路就向嗰個方向行噶啦。我話你不如試下我依套啊，能量轉換咯。24、25年對於我嚟講係好痛苦嘅一年，即係呢一年，即係啱啱過去呢2年係突然間好多生離死別啊，仲要係好深刻嗰啲，即係喺醫院度一路睇住個呼吸機跳到0為止。我喺24年我隻貓死嘅時候，佢本身已經係一個好嚴重嘅遺傳性嘅腫瘤，全身都係，咁佢都好辛苦，佢去到最後嗰一下係好痛苦。嗰個畫面我到而家都記得係一個好 critical 嘅 moment， 呢一刻我都冇辦法忘記。我聽到個聲，我睇到個畫面，我經歷到嘅嘢。另外就係有個長輩，就係對於我好重要嘅，我哋嘅前 CEO 阿 Shirley 走，咁佢成個階段，因為佢好快佢發生得，但係我同佢太親密啦，即係喺呢幾年，喺由2018年咁多年，我經歷嘅，大家知道嘅，大家唔知道嘅，公眾層面睇到嘅，睇唔到嘅大小事，佢都一路幫咗我好多，佢都陪我行過咗好多個 sleepless night， 不眠之夜。咁所以佢嘅離開對於我嚟講係好大打擊嘅，同埋因為佢走咗冇耐，我都要繼續我嘅演唱會，所以我基本上係做完晒我澳門嘅演唱會，先至喺個櫃桶，喺個情緒嘅櫃桶攞翻幾單嘢出嚟，
因為始終喺生活當中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咁所以呢一啲嘅嘢我都會俾自己 take time， 係啊，即係我都會俾自己用我嘅方式去告別，或者用我嘅方式去同自己相處。我都就係出新歌啦，其實咁我今次啲新歌入邊我都有，其中有一首歌係舊年隻貓走嘅時候我寫嘅，咁我又揾阿小黑幫我寫一首歌詞，入邊有講即係 how to say goodbye。我有時攞起啲舊嘅嘢咧，譬如我去到啲古董鋪，以前嘅有啲打字機，甚至乎有啲4幾年、5幾年嘅嗰啲唔係電子嘅計數機啊，即係 analog 嘅計數機，我一拿起手我就覺得好熟悉嘅。咁另外一個現實啲嘅就係我會中意一啲有 craftsmanship 嘅嘢，因為同藝術有關，即係我哋唱歌，我哋喺舞台表演，全部都係技藝嘅一種，係我 appreciate 或者我揞錢去擁有呢一件物品嘅原因咯，而唔係純粹佢係一件潮物。情懷係好重要，尤其對於我哋做音樂嘅人，或者係我自己咯，我覺得情懷係生命當中或者我哋人類入邊其中之一樣最可以滋養到我哋嘅嘢，因為情懷佢可以為你帶嚟一啲修養，情懷可以為你帶嚟興趣，開闊你嘅眼界。你會因為自己嘅呢個情懷，譬如話中意歐洲建築或者中意啲歐式嘅嘢，你會因此而去睇博物館，去歐洲，去呢啲文化嘅發源地。譬如我細個我好中意歷史，我中國歷史係好好嘅，咁同埋我又好中意收藏啲古幣啦。我自己屋企我哋而家都有㗎，嗰啲古錢幣由秦朝嘅半兩錢啦，西漢嘅五銖錢啦，即係好細個就接觸呢啲，咁有啲老人家又會教我點樣睇陶瓷，咁又會知道哦點解譬如話官窯啊，我自己好中意宋代嘅青瓷咁。汝窯咁啊，點解會叫官窯啊？咁佢係成個歷史沿革，成個當時嘅制度會有呢啲藝術品出咗嚟咁，所以呢啲就係我自己情懷嘅部分。我哋而家嘅行業嘅人好參差，咁變咗你就算我哋有韓國 artist 級數嘅 artist， 但係我哋嘅配套都跟唔上。返緊寫字樓工啊，咁但係其實有個夢咯，有個可能想拍嘢啊，想入行啊，做 MV 導演啊、節目導演啊咁。同埋我呢度我哋嘅其中之一個優勢就係佢哋喺度上堂係可以即刻做嘢咯，即係譬如話我哋見到咦係你有 passion 喎，或者係佢嘅 attendance 滿咗某一個分，咁我哋就會俾佢譬如話可以即刻嚟我嘅演唱會。喺幕後做嘢，咁變咗即係佢有個實操嘅機會。而家我哋最大嘅 capacity， 我哋可以每一堂課去到90人度咯。亦都唔知道有冇啲外來嘅學生，可能喺大灣區啊，或者甚至乎最近我有幾個啲朋友，佢哋話有啲喺台北啊或者其他地方都有興趣嚟上堂嘅人，因為我哋用嘅老師除咗我哋用緊本地香港最 top 嘅演唱會導演啊、電影導演啊、電影編劇之外，其實仲會有一部分我自己通過我個 network 喺韓國、喺美國、喺瑞典、喺歐洲其他地方、英國揾翻嚟嘅一啲 producer， 即係佢哋真係講緊係幫緊一啲 superstar world class 嘅音樂人同埋監製啊嗰啲，咁佢哋會過嚟做 master class。呢一個錄音室係一個 world class 嘅 project。因為我自己嘅專業係我係本身做 sound engineer 出身，咁所以我就好想利用呢個 world class 嘅 studio 去教導一啲我哋自己國家嘅人才，可以同國際接軌咯，即係可以令到佢哋去到美國、去到日本、去到 even 韓國都係即係專業嘅水準嘅錄音師啊、混音師。咁其實我哋今日身處呢個 studio，都係個 academy 嘅一部分。咁有一啲譬如話喺我哋嗰度報讀咗錄音工程啦、混音工程啦、音樂製作啦、唱歌啦、甚至乎音響設計啦咁。咁佢哋有一部分嘅實習嘅課程就會喺呢度咯，就會喺 A 房，係有2個世界
證書嘅 lab 嘅，即係佢哋喺呢度學完個課程，佢哋係可以有張 certificate 係佢哋qualify 去做呢一個 engineering。因為 Avon 而家係相對即係喺舊嘅 format 嚟講嘅 world class 嘅錄音室係香港剩翻唯一一間。咁我哋都有特別針對一啲低收入家庭嘅 project 咁樣。其實我哋而家有一班 trainee 嘅，我哋有一班小朋友喺我哋度上緊堂，其實都係處於一個佢哋好似白老鼠咁，即係我哋有 offer 好好嘅 training， 好好嘅 trainer 俾佢哋。佢哋 mainly 係想入行做 artist 啦咁。咁佢哋嚟自五湖四海啦，唔同嘅地方，亦都唔同嘅家庭背景，可以純粹想做個明星或者覺得做個 KOL 出嚟一樣樣就揾到錢。我其實唔係咁，即係我話錢反而係其次，最緊要係個 artistry， 即係你自己本身嗰個喺藝術層面嘅修養咁。咁所以我哋都係用緊一啲結合咗我哋中國人傳統嘅觀念。再加啲韓國嘅娛樂公司嘅 training， 即係由朝頭早9點一路到夜晚咁。咁啊有外語啦，有韓文、日文，跟住中文嘅話就主要係溝通技巧啦。咁佢哋要識得主持節目啦。咁所以我哋揾咗炮嫂啦，即係胡佩慧小姐咁嚟教佢哋做 MC 啊。咁跟住有跳舞老師啦，跟住有著名嘅戲劇老師殷榮培老師。我哋啱啱喺瑞典請咗一個音樂人Sam Millen， 就係佢一路喺韓國係幫緊EXO Twice 2NE1 咯，就同我哋啲練習生一齊寫歌一齊即係教佢哋音樂製作啲嘢，即係一個點樣國際級嘅音樂製作嘅嘢。我唔覺得呢個 academy 係一個盈利嘅地方。呢間學校入邊，我哋嘅基調，我哋嘅 training 嘅基調都係由使命感 train 起。如果唔係一個使命感嘅話，其實可能做其他行業做投資會揾到好多錢嘅待遇會好好多。咁但係有時深刻我哋喺社會上面扮演某一種角色嘅時候，都係因為一個大局觀，一個使命，自己俾自己嘅使命。咁所以我同佢哋講都係㗎，我話你就算做新人，只要有人聽你哋嘅歌，有人睇你哋嘅訪問，有人睇你哋嘅表演，我話你哋就係某啲人嘅精神領袖嚟嘅。